上次咧就同大家講解咗坐骨神經痛同埋佢嘅成因啦。今集咧就同大家講解下有乜嘢運動喺屋企咧都可以做，去解決呢個問題嘅。嗱，大家只需要一個乾淨嘅地板或者一張瑜伽席咧就可以噶啦。首先面向上，然之後瞓低啦。雙手可以選擇擺喺心口前面打交叉，或者身體嘅兩旁都可以。膝頭哥咧大概一個拳頭位咁闊，90度。呼氣嘅時候咧，將 pat pat 或者盤骨嘅位置推上天花板，直至到大髀同埋上半身。最理想嘅情況下係成直線，然之後慢慢落返去。再做多一下。呢個係第一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呢，都係只需要一個地板都可以解決㗎喇。兩隻手掌同埋兩個膝頭哥成4點支撐，大概喺膊頭同埋髖嘅下方。大家可以試下將其中一隻腳嘅膝頭哥遞高離地，慢慢返去，然之後到第二邊。如果都接受到嘅話呢，就可以開始將相反方向嘅手腳提高，而且離開地下啦。舉個例，如果我係提高右手嘅話，咁我左腳呢就要同時離開啦。相反，如果係左手咧，就要右腳同時離開。嗱，注意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上半身咧唔應該有太大嘅扭動或者擺動嘅。以上兩個動作重複大概10至15下，2至3組，每日都可以做嘅。長時間嚟講，1個星期起碼做2至3日啦，已經可以解決你嘅問題㗎啦。